哎，太阳队员，欢迎你来！大声讲出你是什么队？我是李文一定是会队。请自我介绍。我是尤婷，我是何武，我是平怡，我是温佩。探险队啊，这有囡仔兄囡仔姊，我甲你讲啊，阮的手哦，这受伤啊，这有乱糟糟。我甲你讲，恁等下甲阮这粪扫捡捡，阮等下甲讲好话，讲了后，恁就会当顺利摕到宝藏，好不好？好。敢若无啥欢喜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捡粪扫。捡一个，捡一个。紧嘞哦，爱捡整济，啊无准就会甲阮骂，扣阮的薪水呢。等下，下家会使等哦。讲有物件，紧来甲阮捡好。有啦，你嘛。对。哎，是阮的救星啊！甲阮斗相共。来啊！哇，哎呦，啊那这欢喜，等一下，嘿，是咧创啊？是安那？迄探险队员手搁提巴达，安怎？哦，我来推理一下，竟然提巴达。啊？安怎？大型号的顶悬的红小姐，甲白大的手搁受伤。啊？我知影。安怎？是毋是？恁趁我无伫你的时阵，家己走起来大型号佚佗，红小姐甲白大要甲恁阻止，甲恁阻挡，你就甲伊拍受伤。无得他毋是你想安尼，而且咱才拄来呢，拄则是发生啥物情形，是安怎你会提北角？而且阮帮伊摒扫，等下会帮助阮摕到宝藏。安尼哦，因请你摒扫，帮恁通甲恁斗相共摕宝藏，是安那意思？是安尼尔。对，听我讲啊，代志不是你学戆人所学遮尔简单。我是你为人的，你讲我戆人。无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透早手哦，是阮两个哦，透早无说伊烧弄哦，受伤的啦。伊弄着我弹去啊怎？我要飞出去安尼啊。恁的速度是火车甲高铁哦，安怎弄的啦？嘿，阮都手就受伤，无法度整理啊，拄好因出现就甲阮斗相共。算是因真好心的对啊。乱糟糟啦，因甲阮斗相共的啦。是讲小朋友你拄则互人误会，你有啥物心情、啥物感受？伊拄则认为你代志，但是伊煞讲我有做代志。做遐无好的代志就对。伊无做啦。所以你的心情是会无啥欢喜的对。好啦，歹势啦。真诶，有时阵啊，咱互人误会，心情拢会足歹，生活中拢会发生即寡误会。这时阵，咱就要保持冷静，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好好甲对方解说一下。拄着误会就去化解，人甲人好好，才会当建立这信任。歹势啦，头先真正是我伤过匆忙啊，甲恁误会，恁敢愿意原谅我？愿意。哎呀，愿意哦。小朋友还是讲，咱愿意是煞买当摕宝藏好啊。好啦，即句话免恁讲啦，因为今仔日吼，真正是我唔对啦。后摆我袂看到啥就讲啥，一定会甲代志先问好清楚。是。今仔日就互恁来摕宝藏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行来ka。做火球进步，四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珠啊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哦，来咯！大家安尼有法度牵无？有啦，有啦吼。正手歹去，我阁有倒手。透动的哦，爱收起来哦。哎，尤定，你是住伫个理论遐哦？对。听讲啊，西瓜哇真济呢。恁厝的敢有咧种？无。无，是恁遮的同学有咧种？无。你共班的同学有咧种无？有。同学敢就迄个西瓜大出的时阵，会请大家食？会。会哦。好啦，甲恁问一下，这声母拢会晓读无？袂晓。哈？袂晓。拢袂晓。温特党的，温特党的。伊足老实的，伤过老实。安尼恁就要团队合作。好，加油！遐小朋友，你爱斗相共知无？要听我话爱听阮的话哦。哦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惊5架一块大片，10架拢惊线着2块大片。来，准备接招，行
来噶！来，好去啦！无啦，无啦啦，凶，倒手天球，是不是互伊发惊，互伊知影你的厉害？真，先互伊发惊。咱家己测验一下啦，看卖你的手嘛歹讲去，袂晓讲啦，打谁啦？虽然你的手嘛歹去，哎呦，歹势好听，会较紧无半步，好去啦！嘿啦，安尼较好看，那就好看啦。规滴嘛袂响啊！快点啊！红小姐就互伊学家，因为袂晓讲。回家姐啦，哦。阿沙玻璃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屁是阿宝宝有什么？你爆章，杂志爆章，暴增对，暴增。来，好去啦！哎，你这个乱的不你强诶。来，快！伊拢听阮的真正厉害啊！是，我来报，我来报。掉了，会这就互伊真香。拍过去。啊，一波。TSH 是吃有什么哩？吃饭。出逃对。去啦！啊，就球诶。哎呦，行。两个一波 S 是思有什么？你什么数？老叔，对。好去啦！我甲孙高无先。牙叔，可以。哎呦，点8时间，真高兴哦！还有你就要5分啊，真的。一波 N 是呢有什么哩？闹对头脑。好去啦！黄小姐，跟我闹。脑筋啊，哎呦，钱你卖这个时间啊，卖啊你还跳。一波 M 是有什么哩？什么数？来复习看卖倒一字咧，无咱先安尼啦，迄字好 TSH， 吃吹啊对，吹物件吹，敢个有？吹，吹，你头我甲阮斗相共，你是阮的9。七，同尾一字哎呦 M 是，M。妈妈好，门，啊个阿嬷，阿公妈妈好。哎妈妈好，哦，假咪，加咪啊，哎我，好来看卖啊，今个第7课，通啊摕一块大饼，你去摕一块。摕着大屁大小就念出来。妈祖戏，啊打起你啊哈，来，嘿嘿，所以啦，第一关敢若摕到一块大饼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来个。有话做你讲，身为探险队员，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两个海贼，就有一摆做过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恁，永远写袂掉。来咯！第一关咱真高，虽然有受伤，不过还是秀起来。对。第二关继续，这关啊对你来讲，哈哈，介困难。对，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两题一块大片，4题人拢钓到两块大片。尽量瞄较准的哦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好，小朋友看好势哦哈。来看好势，看到什么字，看想要弹倒一字就甲弹落去。哎呦，看对当开始弹妙哈。哎呦，啊，等一下哈。啊，不过无着可惜。哦，走，倒弹走哦，走哦，走哦，这字是走，会怎讲哦？哦，啊，好，快头前。有人伫排队的时阵学白走，哎呦对，后一个，哈。周姑，好，来。听起来是真无问题，波了起来啊！一哦，哎，尽量大力气。哎呦，等一下哈。
来，真正无啊，时看好势，间啊。莫伤悬我感觉哦。是哦，阿婆啊，找信用，真正是无啥可能啦，困难啦。啊，哎呦信，信，啊中无咧甲我中，信到的信。啊，今年无大波了是。咱做人要有礼貌，要守信用。哎呦，水哦。啊，后一个哈，来，后一位，对，还有礼貌，搁守信用。不，就哎呦，变，秒，我的秒。哦，头先伊的眼神看我这水大啊，你甲看，真正的气势真正袂歹。你看伊即摆个看啥？哎呦，哎，快头前，两粒球两个你啦。阮爸开一间报灯就拍拼来，就怕不要太哎呦，多。水哦，哇，真好吃。时间到。哦，咱来复习。好，油灯无算到咧，你有最想要弹的大炮？你看起来跟最想要弹的。好啦，我紧，安尼先让你来表现一下，先做句。你无想要表现这个。来排甲走，请做句。我招标第3名，阮阿母请我食牛排，哎，哎呦赞哦！来后一题，饼甲布。专顶足垃圾的，我摕布拼命切。哦，哎呀，哦，好好好，袂歹。做句做了袂歹，啊只是哦，时间有限呐，敢若摕到3分，一块大片，请摕。摕到大片，我写个念出来。大片，而且第2关呢。来，你只大来，大片。起你。啊摕什这是么？米蟹，你摕米蟹啊？米蟹哦，哈，小朋友来吃。有淡薄这避暑啦，高水歹势。来哟，准备接招，赢来噶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我甲恁讲哦，水这样物件，咱水资源是非常的珍贵的，所以要安怎甲水捡起来就变足重要的。亲像桃园这个所在，伊有石门水库，对啊。啊，毋过伊另外一个所在叫做陂，无就是陂啊，就是咱的陂塘。所以今仔日会教姐姐要带咱去桃园，看卖遐当地小朋友，伊是安怎维护因家乡的土地，安怎来摕大片咧？一地就一块大片，2地就2块大片。噔噔。来哦，准备咱来看影片，赢来噶！大家好，我是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敏感的王一家。听讲今仔是有一个足特别的课程，我有教一个老师又伫咧教哦。毋过，迄个老师到底伫倒位哈？老师，那有人咧送水枪啊？老师，那我要去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摕水枪？因为咱的学校啊，有得到环境部生态学校历史的认证，有一个足特别的课，是关于陂的护育。这个水枪会使来喷掉咱金宝的卵，互伊袂食掉咱陂的植物。所以陂是啥物啊？伫咱桃园这个土地，为200万年前开始，咱的祖先就开垦出大大小小的陂做农业的灌溉。老师，安尼为什么要做这个课程？因为咱发现咱的陂湖有这水质有问题，真可惜。阮想要来，互咱的囡仔会当较亲近这块土地，保护这块土地。听起来就有意义的呢。安尼我感觉会当来参与一下。 OK， 行。行。以前你敢有看到这个植物的顶端，阮阿舍就是迄金宝路的卵。有呢，迄就是金宝梨的卵。嘿嘿嘿。啊，我有看到网络顶端有讲，会当用水枪，直接改伊的卵，安尼烘落就好啊。哦，袂使袂使哦。袂使啊。安尼做会伤害咱的食物。无要安怎做？哦，阮会使用这只水枪，把金宝梨的卵拍到水内面，伊就袂浮出来。你来试看卖。试看卖哦。嘿。这两个拢是吼。对。来哦，要喷啊哦。哇！哇，足厉害咧！
小朋友要来试这看嘛。边试看看。哦，这水清足上的，哇！哇，所以迄个金宝梨两遐尔细，不过对规个环境危害是足大的吼。对，讲到金宝梨，我有一个问题要借问一下。当初金宝梨引进台湾的时阵，是要来斗掠动，也是要摕来食咧？哦，这个问题我嘛唔知呢。安尼来问小朋友好啊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当初金宝梨引进台湾的目的，是要来请伊斗掠糖，还是要摕来食呢？是引进袂歹，是斗掠糖，还是要摕来食？会使讨论出来，讨论啊，讲出来哦，吼，讲出来，互阮听看麦，互阮做伙听看麦，摕来食。摕来食。咁阿有袂会通就是讲，伫个迄夜车内底，敢若有看过要讲的物件。是粪色鱼那种。小酒类啊！小酒嘞，啊较大尾，较大只。哦，你数一个，我就想要数。好啦，所以恁的答案是摕来食。摕来食，敢安尼？所以恁的答案是摕来食。摕来食，敢安尼？等等，对啊啦，就是摕来食。看恁的这个面容，应该是摇着的。啊，恁敢捌食过？使食。迄就是袂使食。其实伊是会使食的，因为伊实在几年前哦，伊一味卖，就是要摕来食的。啊，毋过发现伊的品质甲肉质无啥好。哦。啊，伊原本有人饲一堆啊，伊就规期拢无爱饲啊。啊，毋过金宝梨就是咱讲福寿梨，伊就足后生足后炭，啊，就炭甲规个吼，迄正水有正水的所在，拢看会到咱的金宝梨。啊，甲迄小龙虾共款。对，就是一直炭去。嘿，伊这外来种嘛，算伊袂破坏咱的身体。嘿，安尼了解哦？了解。了解。运气袂歹哦。摇着。叫恁摇着。好，来看卖后一题，引来个。老师，咱拄则甲金宝梨2000元啊，刷落来要做啥物呢？刷落来，咱要来清理这大瓢。不过这个水生食物，毋是应该对水的环境爱是好的。因为这大瓢上济的时阵，咱日头就无法度招入来水内面，植物就无法度生活。所以，不管是啥物物件，伤济拢是无好的。对，咱会使用这个船到水内面去挽大瓢，这只船就伫这。这应该袂是家己做的吼。对，这是咱平时的时阵收集保特瓶，啊，咱囡仔做的船。哇，遐厉害，佫会晓家己做船哦。安尼刷来，我要做啥物呢？你要换水加装。老师，我唔免穿水加装啦，我会体重好坐这只船，这个船应该是袂沉落啦。无，你只等一下你要落水去游一只船。所以我等的是爱伫水内底安尼游的哦。对。好啦，安尼我就试看卖咯。现在要来落水啊，要出发咯。等下哦，我先落去。出发！这足歹行的呢。这拢是大票哦，这嘛是哦，是足大的呢。好，来，这有石头，我徛伫石头顶悬。这足济。老师，咱甲这大票挽掉了后，要安怎处理啊？哦，这会使摕转去咱学校做肥料。做肥料哦，就放伫土，安尼就会使。对。哦，安尼真正是一个土地循环的。今仔日上这节课，感觉真正学足侪物件的，因为水伫咱的生活内底真正有够重要，不管是啉水啊，还是洗手，佮有咱足侪想袂到的物件，拢爱用到水。所以吼，真正要好好啊保护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上这节课敢有啥物感想？我想到食果子、拜树头，我要好好爱土地。对，讲到这食果子、拜树头，其实就是华语饮水思源的意思哦。哎，就互我想到水的源头叫做水头，安尼恁敢知影水骹是啥物意思呢？是咧形容行船人的意思，还是总铺师的助手呢？水骹是咧讲行船人，还是总铺师的助手？行船人，你感觉是行船人，还有行船人，
惊船人人，是关键是迄个水吗？看迄里面，因为惊船甲水有关系啊，对啊可能就是讲惊船人。所以恁的答案是惊船人。哎呦，惊船人，敢安呢？再会。哎呀，较笑使做手啦。水卡 A 甲水卡 B，哎，哇，两只红食掉去啊！好食掉。大型船长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无我来甲恁讲好啊。因为水卡，人以早是咧讲打水的工人，啊，毋过即马大部分拢是讲总铺西边仔助手。啊，通常迄个水卡着爱做的代志真济。来，这位捌做过水卡，甲大家讲一下。倒切菜啊，爱摆盘啊，啊是时间到放炮出菜时，爱搁夹菜放起，互人客啊，对，收盘啊，刷啊，锅收盘啊，对搁爱洗碗池，对，助手拢爱做这个代志。知无？行船的助手嘿，就叫做海卡。海卡，厉害。好啦好啦，一地大片，请摕。摕一个大片油丸大声甲念出来。文摕什么？什么？文班，好，打起你啊哈！哎，小朋友等来，就好看啊！困难啊，这哇，三地大片，敢摕到宝藏嘞？尹大家。哎呀呀呀呀！你甲看卖啊这三地大片，歹势啦，阮今仔日的实力哦真好，无要紧，嘛是有机会摕到宝藏。对啊，恁敢有想要刷位？敢有啥物想法？开始安尼就好啊就。这样呢。好，好，安尼要背后。来，有这定，运气的啦。手甲换咧，到底理论来囡仔兄囡仔只敢摕到宝藏嘞？请背。哇，要两块，要两块。哇！开水头，已经存好济啊！金哥来，小朋友来吃。我来讲金泡泡，外口买袂到。真的。送互你。这金泡泡外口买袂到。比较水的哦。啊，毋过今日参悟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可笑的哦。哦，这可笑可笑啦要紧啊，后盖过来啊。的。哎呀，后盖过来。后盖过来啊！好有你的，你的心情啥款？欢喜，欢喜哦，有生了欢喜就好啊。嗯，这是真重要。品仪你咧？紧张，紧张，我感觉会出来。你都唔讲话。我较紧张的对。门牌你咧？嘛是紧张，嘛是紧张。后盖来就尽量去表达，把恁会晓的台语拢讲出来。因为我一定知影恁台语真好啊，只是较避暑小可。对哦。后摆做伙加油，你嘛是真正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